又有新聞啊！呢對非常父母又出嚟搞事啦，今次仲衝出香港大談所謂咩聯合國國際規條。第一，佢哋咧同傳媒好高調咁控訴，話細仔 Danny 仔咧喺社署保護嘅收容期間塊面損咗，仲話社署咧呢啲叫做照顧不當，侵犯兒童人權。第二，佢哋喺佢哋自己嗰個 Save Lily 嘅 Facebook 專頁裏面咧，喺度搬咗好多啲聯合國關於咩替代性兒童照顧嘅條則，跟住又話政府咧係唔應該將3歲以下嘅 BB 同屋企分開，仲要求社署放人添啊！哇，聽落係咪好宏大呢？係咪好有國際人權戰士嘅光環呢？但我想問全香港人一句。一個2個幾月大嘅 BB 喺收容所爬行啊，或者搲傷少少塊面，佢哋就攞住個放大鏡大肆張揚，仲要高呼侵犯人權。但係當年大女喺芬蘭因為腦膜炎拖延救治而活生生咁夭折，二女 Lily 喺瑞典被發現嗰陣污污糟糟，啲牙仲爛晒，細仔呢，完全係冇打過針噶，呢啲先叫做真正威脅生命嘅疏忽照顧，你哋反而一滴眼淚都冇流。你哋呢拎阿 Danny 仔少少擦傷塊面，就上演一場呢個悲情大劇，仲要拎聯合嗰啲規條呢斷章取義，掩蓋自己呢啲咁跨國疏忽照顧兒童嘅鐵證。今集呢又唔想同你哋講翻舊陣時嗰啲訪問啊，或者我去講話佢啲公屋嗰啲嘢，我哋直接攞聯合國公約嚟同你哋對視，乜嘢真係叫做國際人權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 News Digest， 又係翻嚟 Save Lily 事件呢對非常父母啊！嗱，呢集繼續好 mean 去剝洋蔥啦，或者去反擊翻佢哋啦。嗱，記住訂閱我個 channel， 俾個 like 我，支持下我得唔得？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對呢對非常父母又喺度搞呢啲咁嘅花神，有啲咩感覺？多謝。首先呢，就講今日呢單新聞先 ，Danny 仔塊面損咗嘅事件。阿曾生同關小姐呢，仲同啲傳媒講啊，係同啲傳媒講啊，又係同啲傳媒講，就話阿 Danny 仔呢，喺社署嘅保護之下呢，塊面有擦傷過嘅痕跡，所以呢，佢又覺得社署照顧不當，呢啲呢，甚至呢，係拉扯到呢個侵犯人權。講到人權，我哋就用國際法最權威嘅聯合國兒童權利嘅公約嚟同你哋對質。公約第6條明確規定，每一個小朋友都擁有固有之生存同埋發展權。第24條更加寫明，所有小朋友咧都擁有獲得最高標準健康同埋醫療設施嘅權利。阿關小姐、曾先生，你哋口口聲聲講人權。咁 Danny 仔出世之後黃金42日，點解你哋唔幫佢去登記出世紙，令佢成為法律上一個冇身份嘅黑市人口？呢啲係咪叫做保障人權呢？你哋故意唔帶佢去啲育嬰院啊，或者健康院啊，去打卡介苗啊，或者8日咳啊呢啲預防針，甚至連最 basic 嘅體檢都冇啊！將一個完全冇免疫能力嘅 BB 韞喺酒店同埋啲搬嚟搬去嗰啲地方嗰度，去逃避監管，呢啲係咪叫做保障兒童最高嘅健康權利呢？喺現代嘅國際法同埋醫學嘅定義裏面，你哋係完全剝奪兒童接受現代醫療保護嘅行為，本身就係全世界最嚴重嘅侵犯兒童人權。而家你哋就喺度話，社署咧，因為要執行呢個保護令，將小朋友咧救出嚟。BB 其實喺學習同埋喺收容所裏面成日好多活動啊，會唔會只係手指甲長少少而刮損塊面呢？呢啲其實係好常見嘅嘢嚟嘅。社署有於完善嘅醫療程序去處理，東區醫院嘅醫生都有專業嘅臨床斷診。你哋呢？你哋對自己大女夭折、細仔發燒送到醫院，好似都完全視若無睹咁嘅，但係竟然翻轉頭就話社署保護底下塊面損咗，而大做文章。我淨係覺得你哋呢種心理裏面呢，係叫做極端嘅雙重標準同埋悲情表演啊！講真，你哋唔係關心阿 Danny 仔塊面係咪真係損咗，你哋只係想用呢
點少少嘅傷痕咧，去抹黑社署，試圖咧喺輿論上邊咧同自己翻盤，所以你咪同咁多傳媒喺度講咯。睇翻你哋第二段新聞啊，你哋喺個專頁裏面引用咩聯合國大會關於替代性兒童照料嘅條則第4段同埋第22段，話3歲以下嘅 BB 咧應該喺家庭環境裏面撫養嘅，就話社署咧係剝奪佢哋嘅撫養權。好啊，我哋又繼續攞啲份聯合國守則嚟同你哋傾，當場踢爆你啲大話。關小姐啊，曾先生啊，你哋以為貼出咩第4段啊、第22段啊，全香港人都唔識睇英文嗰版本啊，個原文啊。第一，你哋故意隱瞞咗呢個法則裏面嘅第14段同第15段。喺呢段法則裏面，第14段寫得清清楚楚啊，當原生家庭出現嚴重疏忽照顧、虐待或者冇辦法保障兒童最佳利益嘅時候，國家體制係有絕對嘅法定責任去實施安全介入，將小朋友去移離一啲叫做高危環境。你哋喺芬蘭有大女夭折案，喺瑞典有2女被沒收案，喺香港有涉嫌刑事疏忽照顧罪被捕。你哋本身就係呢條法則第14段裏面講嘅高危父母啊。跟住你哋仲要叻到偷偷地換咗呢個第22段嘅概念。法則裏面第22段係提到以家庭為基礎嘅環境，係指兒童冇辦法喺原生家庭嘅時候，政府應該先安排寄養家庭，避免小朋友長期留喺啲大型機構裏面，根本就唔係話將孩子送翻俾有虐兒或者有前科嘅原生父母。你哋拎住呢個第22條嘅家庭呢2個字去斷章取義，夾硬講成政府要將爹哋仔一定要交翻俾你哋。呢啲唔係叫做識唔識國際法，呢啲係叫做識唔識乜嘢叫做無恥，去偷換成個概念，同埋喺度自我催眠。瑞典北雪平法院同香港西九龍少年法庭隔住半個地球啊，2個國家都一致判定你哋係一個高危父母。香港社署要將 Danny 仔交由專業嘅機構暫養，跟住再評管去 foster family， 正係嚴格執行緊聯合國呢條規定安全程序啊！你哋就攞呢條程序出嚟講，只不過你哋係再一次喺呢條國際法面前自取其辱啊！大家記住要睇穿佢哋背後嘅深層動機。點解佢哋成日動不動就搬啲咩瑞典啊、聯合國啊、替代照顧性規則啊拎上去，好似好宏大、好高大呢啲咁嘅詞彙裏面呢？因為喺本地嘅實質法律面前裏面，冇辦法攞出世紙係 fact， 冇打預防針係 fact， 大女夭折係 fact，社署5大高危報告都係 fact， 呢啲全部都係鐵證喺面前，你哋喺法庭上邊100% 係必輸無疑啊！當一個人喺法律事實同埋道理上邊完全講唔通嘅時候呢，佢哋必須要做啲乜嘢啊？就係轉移焦點啦！佢哋必須要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對抗龐大國家體制迫害嘅悲情英雄，仲要將呢個名銜拉到去聯合國。背後嗰啲咩盲目反疫苗啊，崇尚咩極端自然療法啊，啲信眾先會覺得你哋好偉大啊，好可憐啊，可能仲會好甘心命抵喺網上邊俾錢你哋啊 crowdfunding 你哋啊，係咪啊？呢個根本就唔係乜嘢嚴肅嘅國際法律訴訟，而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國際性公關同埋眾籌 show 啊！曾先生、關小姐，你哋口口聲聲講人權、講法則，但係你哋從來冇明白過乜嘢先叫做兒童人權啊！兒童人權唔係父母將自己反體制、反現代文明嘅極端理念再加強喺呢啲無辜嘅骨肉身上嘅自由。兒童人權係一個嚟到世界嘅新生命，都擁有佢哋自己嘅身份，都擁有權去打針，都擁有權病咗嘅時候可以去到接受到呢個現代醫學救治嘅權利啊！瑞典法庭剝奪你對Lily 嘅撫養權，香港法庭頒布36個月保護令，將 Danny 仔交俾政府收容。呢個唔係體制去迫害你哋，
你哋就夾硬攞呢個國際法嘅兒童權利公約攞嚟喺度講，喺度派俾傳媒，喺度製造一啲輿論壓力俾政府。你哋其實喺度做緊啲乜嘢啊？而家你哋唔係做緊啲咩替天行動嘅嘢啊，而係你哋喺度用呢個國際權利公約咧，去遮瞞你哋呢啲咁嘅偏執性格啊！你哋做夠所有傷害未啊？點解你哋仲係繼續要利用傳媒咧？你哋呢啲咁嘅公關 show 係咪可以繼續演落去啊？但係法治體制，你哋需唔需要尊重啊？你哋嘅啲虛偽咧係徹底粉碎啊！我睇呢度想問下阿曾生啊，你唔係話要去考呢個救生員牌嘅？考成點啊？有冇做到啊？定係仍然喺度喺你哋嘅專業度不停喺度揭開所有啲文獻啊，所有啲咩公約啊，喺度斷章取義啊，嘩眾取寵咁樣？你覺得咁樣你哋就可以攞翻 Danny 仔嘅啦咩？你覺得咁樣就可以對你香港政府起訴你嗰個疏忽兒童罪，可以就撤銷起訴噶啦？唔該，醒下啦！今集就講到差唔多啦，又係 weekend 嘅時候，希望大家有個好愉快嘅週末。記住訂閱我 channel， 我好厭好煩咁又再講啦 ，like 呢條片唔好咁孤寒啦，撳個掣咋。仲有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對呢對非常父母點樣睇法？我都好想睇下你哋係點樣，係咪同我一樣係咁燥呢？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